2002年的某个秋天，我们工作小组来到了海拔402公尺、全台湾地势最高的车站深井茶站，旧名16分。这里的火车因为上坡，所以走得很慢。上坡是因为山，因为在山区，这里不产鱼。台北客家人较节俭，比如去像你过年过节家，我准备神年。那神年的话，一定要先拜神明，神明拜起来再拜祖先，祖先拜起来再拜人家就会庄庙。但是一般人就冇办法一下处理得按到肉类，佢客家人也同喺度祖先都當較聰明都對拿來全部切好了，然後煸過，較菜啲豬肉、較皮嘅豬肉都得分開，切到細細啲來，留條肉拿來做客家炒肉，冇都拿來做安尼炕肉，也都兩種方式。拜拜用鱿鱼而不用鱼，是因为山区没有鱼。柳太狗说，反正鱿鱼跟鱼都是鱼，差唔多啦。穷一点的甚至买不起鱿鱼，还用豆腐干代替。拜完之后，勤俭的客家人呢，就会将吃不完的猪肉、鱿鱼等切丝、油炸后做成客家炒肉，保存起来，是道极为家常的客家菜。而且客家炒肉必须把肥的猪肉跟瘦的猪肉分开，这才保存得久。真的是肥从群看的客家人啊！不过柳太国说，勤俭是他们的家训，是从他爷爷就一直遵守的基本原则。民国24年台铁真的给关起，公共迄铁路出个迄运送店，其用航路航到台中，用务团去神枪也转来做业务。当时对外交通全部断切也用糯米去乌头贴要转的，我也到处也到有4台，也较转的当坚固。刘家阿公去申请的红砖就是藤坪的旧桥，于藤坪旧桥。他每天沿着铁轨走4-5公里的路，把红砖都挑了回来，盖了2栋房子，其中1栋就是现在的圣心客栈。柳太狗说，这个红砖真的是很高级的建材，不管是地震、台风都震不垮，也吹不倒。屋底先走了呢，4面墙依然屹立在那边。我们问柳太狗说，怎么会这么的肯定？他红着脸跟我们说，嘿嘿，我有经验嘛。不過一轉係咁啱，咁唔想我本身台前一攤啊，唔咧喺埋攞多入去轉咧嗬，我咁樣話。我多過嘅，多個樹當中多唔台，係啊，唔係個台前呢度攤到中央啦，唔好講嘢啦，一定我多過嚟咧。磚頭雖然劈不開，但是柳太狗說他會一種特技，我們絕對想不到，而且不止他會，深井村每一個大人小孩也都會。這裡來講52年、53年以前嘅人台風都有跳過火的，做唔到講台風，做到講全部都有跳過火的。一號龍一出龍天都已經都開始掉到茶門掉到茶門都差唔多，看到差唔多火柴一頭天，我哋樹都開始像蘿蔔一樣嚟掉的，一隻腳都開始要去捅到天啦，等到一整天像比如講，都左邊上嚟掉人茶門嚟，把一天咧左腳一先下去，左腳一下去，右腳都停喺咗腳，用走誒，靠速度同火柴平價都飆起來了。30多年前，深井村的居民如果搭火車從外地到聖心下車，還得步行返家。有些人下車後沿鐵軌穿隧道步行數公里，又遠又危險，還不如直接跳車返家方便。客家有一句話說：“做行3週當一工，做行3年當一冬。”就是希望人珍惜時間，把握光陰。如果套在聖心村，那這裡所有的居民就是最節儉的一群人，因為他們不但把吃剩的省下來，磚塊省下來，連時間也都省下來了。